在地人在地前来看布袋戏，台中五车大村社区今年特别请布袋戏的专家，教这囡仔做布袋戏，红写剧本，发表成果时，或者看戏的时代拢笑嗨嗨。伫咧台顶让布袋戏搬真侪场趣味故事，互大家看戏的时代人笑甲嘴哑利西西。五车大村社区举办戏热儿童夜队，今年特别请让布袋戏的专家来做老师，带囡仔来熟悉布袋戏文化。偶它本身就设计得蛮好、蛮可爱的。我们就是选这个偶来给小朋友做创作，那成功率会很高，而且每个人都有它的特色。遮侪布袋戏翁仔拢是囡仔创戏，做甲真有路。老师和阿公阿嬷拢了解得起。借由夏令营呢，可以了解我们中华文化，嘛用熟悉咱在地地方的特色吼。大川社区嘛讲，当年的儿童夜队拢会请真侪囡仔热情参加。今年附加入布袋戏课，互囡仔认捌来源在地的传统艺术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